啊，你还有个任务，你别忘了什么？拍照。哎，你今天相机拿出去有拍照吗？他没有啊，你今天是没有带团，你们一开始有客人，你要记。没有，我原本放在那个饮料杯里面，然后后来带你去买饮料，然后所以我就把那个从饮料杯里面抽出来给你放饮料，然后呢我就放在某处我就忘了，但是前面的重点是，我上车的时候，我只看到2杯饮料，你一杯，你一杯，我为什么没饮料？哎，没有，而且他是说他想喝饮料，然后才看到我们2个有饮料，就很任性的带他去路边买了饮料，而且他去的时候还说他想喝珍珠奶茶嘛，然后他说那有珍珠奶茶，我说有啊有珍珠奶茶，他说哇真的哦，可是我有看到仙草蜜，可是我想说要喝仙草蜜呢，还是珍珠奶茶？对，那个人就讲了，那个人讲说你可以2个都点啊，2个一起，哦，可以一起加，他就拿那个大杯子，我说这是大杯小杯，他说这是大杯，不是。我说那个有点大吧，然后拿小杯给我看，对，他拿大杯，他说啊，这是你们只有1个尺寸哦，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他嫌大杯太大杯？对。那小姐就拿出说没有，我们还有小杯的，那你要怎么尺寸？我要大杯的，问屁啊！我重点他上车还跟我说，哎，那珍珠奶茶只要15块，这什么年代只需要15块的珍珠奶茶？哎，我听到15块啊， 45，我要讲太快了。我跟姐姐之前还有去采访过，一杯要300多块。茶再高级，晚上还是睡不着啊。对啊，我没有，我今天没喝奶茶啊，你买珍珠奶你茶？买珍珠奶茶哎？那个水是茶啊。对啊，奶茶。那你知道爸爸睡不着，你还买？是你说你要喝的。珍珠奶茶。哦，这样啊，不行啊，那个难怪我说的晚上有时候为什么难睡，就是对，没意外的话，我以为是牛奶啊。但它就是有茶。到底很纠结对吧？我这边有那个珍珠奶茶。